美国大学停巴勒斯坦的示威炭烧，众议长强生讲要让国民兵进入校园，引起学生反弹。地中海国家希腊透南风，撒哈拉沙漠的土沙拢淹过，规个天变做干色的，那亲像花青无样。更公务唔拿动作爱死，嘛真考验金牌力量。为着毁掉失情的形象，是等来争取加入竞技项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美国大学停巴勒斯坦的示威是愈加愈快，有真侪学校拢传出讲有在抗议的学生去互警方掠走的状况。众议院的议长强生就要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为这混乱的局面落台负责，甚至佫要讲互国民兵进入校园，或者学生是佫较捣蛋。提军的警力进入大学校园，将这带走咧示威的学生，叫鸣声甲杀来杀去，现场一片混乱。为顶礼拜五，全美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规模继续扩大。为淡化哥伦比亚大学等真侪有名学校，有抗议学生互警方掠去。西方南加州大学甲南部德州大学支持也爆发警民冲突。Being the aggressor against its students, against its student body, who were protesting completely peacefully. 亚巴大声示威，以色列为反击哈马斯伫加沙用军事行动致使人道危机。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校撤出以色列企业，各大报旁占领校园，施压学校回应诉求。不过，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进前会见各大犹太学生，不过伊言论所予学生的怒火佫较猛。If this is not contained quickly, and if thes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re not stopped,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National Guard. 暗示武装国民兵可能进入校园，因讲是咧呛声示威学生。但是美国对医保问题争论上激烈，大学之一亲巴甲亲喜团体对抗严重，强生就要求各大校长沙菲克落台，对混乱局面负责任。不过学生却无要参与。He really suck. Yeah, he shouldn't definitely come here. We don't want some people that really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and then come here to intervene. 伫欧洲特别教会的欧洲歌唱大赛，有亲巴勒斯坦团体按算伫场外抗议，因为这一届有以色列人参加比赛，而且活动举办多次大美洲穆斯林。主办国瑞典要提悬维安战机，防止爆发冲突。公司新闻杨眼评测。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950亿美金的援助法案，这当中要用伫咧印太地区，包含咱台湾的是有80亿。这就引起中国调卡转地，美国这款动作会害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延前真久的援外法案总算伫参众2院过关了后，美国总统拜登24岁签署生效。I just signed into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package that was pass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is weekend and by the Senate yesterday. It's going to make America safer. It's going to make the world safer. 这项总额有950亿美金的援外法案内面，有680亿是用伫援助乌克兰，260亿援助以色列，另外80亿是用伫军援台湾和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拜登强调，相关法案是展现美国超级强国的领导风范。不过，北京批评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搬石头牵家己的脚。美台强化军事勾连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中国各台办是中心台湾问题，单纯就是中国的内政，唔准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立场。因认为美国涉及台湾的军援法案，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咱国的总统府和外交部伫美国完成立法定书了后，感谢拜登总统和美国国会下党派的议员，持续用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合作、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我来看天气的消息，咱即阵看边迄张相片是地中海国家希腊，这规个天看起来拢是干色的，那亲像电影内底花青无样。会变做迄落形，就是因为当地当咧加真严重的风背沙，这土沙是6年来上较严重的，高度是平常时的10倍至20倍遐尼高。因为这烧气拢透袂出去，天气嘛自然呢怎清到30度左右。这个风背沙是对倒位来的呢？其实是对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架起嚟的。
当年的春天、秋天，若是透南风的时阵，这沙漠阴影就会加起伫南欧。希腊这个所在就是受影响上界严重的所在。官方即阵嘛已经发健康警报，呼吁民众尽量踮咧厝，若是要出门，就一定要挂嘴啊。希腊以往互咱的印象都是青蓝色的天色甲白色的厝顶，啊，毋过即摆看起来煞亲像来到火星。为撒哈拉沙漠的沙尘大范围嵌伫希腊部分地区，规个天煞变暗，空气品质变差。Portocalli, πραγματικά φαίνονται άλλες και είμαστε στη Σαχάρα. Περιμέναμε τις καμήλες να έρθουν. 当局发布健康警讯，表示23拜日的天气条件，互非洲的沙尘更较紧移动，空气中的浓度也会增加，尤其希腊南部影响较明显。啊，毋过24拜三沙尘暴就会较温和，啊，毋过敢若限东部地区。This is actually a frequent phenomenon that we can observe in the Mediterranean. Basically in spring, but also can be observed in autumn. Low systems that transfer all these dust loads from Africa. 就伫希腊变作甘仔色的时阵，北欧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因为落雪月色，煞变作白色的。芬兰国家广播公司以奇怪天气来形容这阵雪。报道是讲，芬兰北部落雪比往年较济，部分地区积雪20公分，南部交通拍死角。赫尔辛基机场航班取消也是延误。虽然芬兰冬天落雪真节快，不过赫尔辛基地区的交通局认为，4月底还有这种的落雪量其实是无平常，也呼吁旅客遗留时间提早出门，以免耽误行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家后牵涉贪污，去互调查。桑切斯是否认所有的指控，强调是对手咧甲因做恶。张义是表示会暂停攻击，配合调查，后礼拜就宣布讲干袂落台。西班牙马德里地区高等法院24发表声明，讲有法官有接到叫做清崎的手的组织投诉，已经正式对总理桑切斯的家后戈麦斯涉嫌以权无私甲贪腐行为展开调查。虽然法院无具体讲出戈麦斯详细违法的内容，不过根据西班牙网站的报道，戈麦斯无任何公职，却以总理夫人的权势，甲真侪间企业关系密切，协助得到政府赞助金甲合约。另外，戈麦斯佫涉嫌伫疫情期间两届西班牙全球旅游集团所属的欧罗巴航空执行长见面。到尾欧罗巴航空有顺利得到政府4.75亿的欧元纾困金。面对法院的调查，桑切斯24时表示会暂停履行公职，家后原来会全力配合，伊相信西班牙的司法公正。Buenos días, señor presidente. La pregunta de hoy es sencilla. ¿Cree usted en la justicia?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señora presidenta. Pues fíjese, voy a ser muy escueto. En un día como hoy, y después de las noticias que he conocido, a pesar de todo, sigo creyendo en la justicia. 桑切斯伫社群平台写3段篇文章，否认所有的指控，强调这是保守派甲自由派政敌发起的无根据、抹黑也甲欺负，想要透过攻击伊的家后，致使伊的政治生涯崩盘。桑切斯会伫4月29正式宣布是毋是会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咱台湾的荧光变装风后尼菲亚参加美国实景秀，摕到冠军，是头一个台湾冠军。咱的文化部就表示，尼菲亚会甲台湾的团队做伙去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America's next drag superstar is Nymphia Wynn。美国方面的变装实景秀第16届总决赛，由台湾的变装风后尼菲亚得到冠军。To those who don't feel like they don't belong, just remember to live fearlessly and have courage to live your truth. And Taiwan, this is for you! 展开双手，衫内底红色嘅龟仔马上互人想到台湾的名产粉圆奶茶，互人食眼目。奖金奖用于活动设计，尼菲亚每一摆出场，整地伪装衫配合优秀演出，欠真侪眼光，成功拍破实景秀的亚洲魔咒，成做第一位得到冠军的台湾人。我很幸运，就是目前生命中没有一个声音是说你做这个不行，对，所以我觉得谢谢妈妈，就是可以这样一直真的很完全支持。第3年半之前接受公司3人来暗顿的这部访问，讲到用展现自我做家己爱做的代志，拢是妈妈秘密的支持。伫美国得到冠军了，佮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的文化奥运盛会。
巴黎的文化奥运，我们有一个台湾馆嘛，也会邀请尼菲亚来到现场去演出吗？那在这个园区里，目前他只邀请了10几个国家，那台湾也有参与，我们邀请了22个团体，超过120个人进行现场的演出。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尼菲亚。台湾受邀请第8个文化奥运在台湾馆，会有22个表演团体110多人参加。尼菲亚也继续展现，不只是台湾之光，也将做是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关注咱台湾的阳光，今日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寡特殊的比赛项目。过去若讲到奥运，一定拢是想到走标，也是拍球等等的运动。不过，这阵嘛有真侪兼顾力量甲美感的运动嘛，当咧争取列入奥运。亲像街舞的其中一种霹雳舞，今年就已经成做巴黎奥运的正式项目。另外，过去互人印象较歹的钢管舞，其实若动作爱水嘛，真考验筋脉力量。所以讲，这阵嘛当咧争取加入竞技运动项目，浮掉色情的形象。也若是上边仔一项，就搁较趣味。咱看即个人，袂输是电影《星际大战》的角色，因舞的这款钢剑，未来嘛有机会变做比赛。因为伫咧2019年的时阵，法国击剑协会就已经甲伊列入运动项目。伫钢管展馆当时村卡优美落地，卖看这个钢管舞者动作真流利，其实每一步拢是高难度。Très très physique. Et c'est un sport qui demande, enfin, plus on a de musculature et de souplesse, plus c'est facile, c'est vrai. 一般人听到钢管舞，拢会想到色情，因为伊是为歌舞厅、脱离舞俱乐部开始流行的。不过最近接触钢管舞的人变多，也愈来愈侪人知影讲这项运动需要真好的技巧、体能也有美感。2017年，伫介意钢管舞的人一直争取国际单项运动总会联合会承认钢管舞是一项竞技运动。即马钢管舞者搁进一步，想要把这个运动杀向奥运舞台。Le breakdance, par exemple, il y a eu toutes les danses de rue qui ont pris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Et petit à petit est arrivée la pole dance, mais non pas dans la dynamique cabaret avec laquelle on a l'habitude de la voir, par exemple, dans les films, mais vraiment avec la dynamique sportive. Et vraiment, la pole dance, aujourd'hui, c'est considéré comme un sport à part entière, dans le sens où c'est de la gymnastique sur la barre. Et donc... 主张钢管舞列入奥运项目的人认为，这有助钢管舞的发展，也当予大众对钢管舞袂阁敢若剩色情的想法。不过部分舞者认为，钢管舞本来就是为脱离舞来的，故意要脱离色情的印象，会失去钢管舞的精神。Je trouve ça dommage de vouloir dissocier l'origine de la discipline et le sport en lui-même, parce que si le sport aujourd'hui, comme il est enseigné dans les studios de pole dance, il existe, c'est suite à l'initiative des danseuses des cabarets. 根据奥运规章，要成为运动比赛项目，至少要伫50个国家成立运动协会。法国舞蹈联合会指出，钢管舞运动需要接触更加侪少年民众，无定到10年后，伊会更加普及、更加专门，伫奥运舞台有一定的分量。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阁剩无100天，巴黎奥运就要起考啊！法国各地即阵拢已经闹热滚滚，亲像这出名的景点罗浮宫，这礼拜就要办活动。游客会当伫咧博物馆内底，哪运动哪欣赏古迹甲艺术品，甲这文化甲体育结合做伙。对yoga的老师慢慢啊训练身体，边啊拢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雕塑。伫法国巴黎有名的罗浮宫做yoga，敢唔可能？真正会使。为着迎接巴黎奥运，罗浮宫23开始举办第1届伫罗浮宫走的活动，邀请游客伫早起8点到9点开馆进前，做伙来罗浮宫运动。Ce qui était intéressant pour nous d'imaginer, c'était non seulement quelles sont les valeurs que nous, entre la danse et le sport, on a en commun. Donc il y a le partage, il y a le dépassement de soi, il y a toutes ces énergies que les publics vont découvrir. 参加者会伫4个标志性的展厅参加4场课程，逐场10分。游客除了伫采17世纪路易14圣堡雕塑的玛丽中庭做yoga，佮当伫以伊拉克阿苏帝国文化为主题的科萨巴德庭学野蛮者的舞。接落来伫法兰西国王过去的舞厅女唱跳厅跳 disco， 上尾伫中世纪圣堡的壁角下骹用有氧运动替1点钟的活动做结束。
La beauté, l'expérience unique, le côté magique et un souvenir que je vais garder avec moi pour toujours. 伫4月23到5月31，罗浮宫暗算要办16场伫个罗浮宫走的活动，逐场会当互30个人参加。同一个时间伫个馆内嘛展出奥林匹克主义，详细讲19世纪尾奥运出现的过程，和相关的政治历史背景，希望甲体育和文化结合，互大家对要开始的全球运动盛事有更较侪了解。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我带大家来看 AI 科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发出会当模仿人类表情的机器人，伊甚至会提早要人类的表情变化，甲人类互动。咱做伙来看。不管是现喙齿咧笑，还是立一个目牌，画面顶悬的人面机器人，模仿的功夫是真高，啥物表情拢会晓。这个叫做EMO的机器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开5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机器人。内建的 AI 模型，可以唔免开一秒钟，就会当预测人类的表情，扫落来就做出模仿的动作。EMO does this by using its 26 motors, soft skin, and the camera-embedded eyes, so it can perform responsiv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s and also like eye contact and the facial expressions. 研究员吴宇航讲，EMO是用自我模型化的训练模式，会当对镜学安怎来驱动体内复杂的机械装置，做出真实的表情。另外，伊嘛透过看人类表情的影片，来互家己面的表达能力一直进步。As robots become more advanced and complicated, like those powered by AI models, there's a growing need to make these interactions more intuitive. 受来研究人员会替EMO来放入语言交流的能力，互伊和人类的沟通会当愈来愈自然。未来有想法、有感情、佮真够表达的机器人，可能就会当行出科幻电影，变作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这人口的资料库拍入去 AI 来算命，算过你这一生当中会当赚偌济钱，会当活到几岁。听讲这算起来是有8成准，咱做伙来看。丹麦上新的人口统计，全国总人口596万。丹麦科技大学的这项研究就以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做样本，配合人工智慧分析，并且建立数据模型，想要预测单一的个人会当活到几岁，什么时阵会得到什么病，也讲接下来工作、婚姻、家庭会安怎发展。丹麦民众平均的年纪42岁，平均寿命要到82岁。研究团队是经相对较少年的样本来验证这个模型推高寿命的准确度。We take a very young cohort between 35 and 65, and then we try and predict based on an 8-year period from 2008 to 2016 if a person dies in the subsequent 4 years, so until 2020. 发生者因素的估计显示，这套演算法模型伫咧预测样本的死亡年纪准确度到78%。若是有这个样本是不是迁徙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准确度是变做73%。研究团队认为，甲民间流传真久的各种算命方式比起来，这个模型唔有科学的根据，准确度也加较悬。但是这敢若是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并无打算该公开给外界使用。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s ready to be used today. For now, it's a research project where we're exploring what's possible and what's not possible. 学者强调，这个名叫做 Life to Vec 的研究结果，并无放伫咧网络顶。因过消息公开了，网络顶就开始出现真侪讲是 AI 算命，甚至是用 Life to Vec 的名号的网站，若是英文连中文拢有。若是网站叫你输入名甲生日等个资，千万唔通互伊骗去。新闻界出现的资料伦理专家伯尼勒特朗伯格就讲，早就有保险业者用演算法模型对申请保险的客户做评估。It can be used against us to discriminate us, so that you will have to pay a higher insurance, or you can't get a loan in the bank, or you can't get public welfare because you're gonna die anyway or whatever. 主持研究的学者讲，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不是给人算命，让人知影未来，而是要探索人工智慧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当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有以何人类面对的风险。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第2位患低腰子的患者手术了后已经过10天啊，这阵是已经会当起来行路，恢复了真好。
这就代表讲，甲动物的器官活互咱人用，又搁行出一大步。造影器打好按卡慢慢向前，踏出这几步，对54岁美国重症病患皮萨诺来讲，敢若亲像面棒共款。皮萨诺则拄啊做完低腰子的移植手术，伫这进前，伊感觉家己人生已经差不多啊。I said yes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皮萨诺得到心脏甲腰子疾病，病况严重，甲无法度接受传统的医学手术。无偌久前，医疗团队问伊是毋是要试实验性的疗法，装心脏碰谱，也佫有医学基因改造低的新腰子。手术是无保证成功，也毋过无定着会当带来一寡希望。So I just took a chance, and worst case scenario, if it didn't work for me, it might have worked for someone else, and it could have helped the next person or the next person. It's like being in a maze and you can't find a way out. And we found a way through that maze, which was to use an organ that we could immediately get from a pig to get her off dialysis and then make her a candidate for a heart pump in a timely fashion where she could survive it. 顶个月，皮萨诺完成手术，是全美国第2个接受低腰子移植的患者。互人欢喜的是，伊手术了后，复原状况良好，10天后已经会当徛起来，搁用助行器行路。这对医界来讲意义重大，因为显示用动物器官移植到咱人的身躯，搁进一大步。若是有新的人生的皮萨诺出院了后，上想要做的就是好好陪伴厝内亲爱的家人。I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my grandkids, do stuff with them. Run around with a dog.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